南部风雨即马是愈来愈大咯，伫屏东邦寮嘛已经开始加大影，相关单位嘛加强戒备。咱虽然稍后带去记者敏捷来了解邦寮渔港上新的状况。 是主播，即马记者伫咧屏东的邦寮渔港，会当感受到现场啊，这风是一港一港直直安尼旋过来。过来伫咧边啊，会当看到讲呢，其实这海影、长影已经出现咯。海影是拍起来到4米遮悬，搁较恐怖的是讲啊，伫咧边啊布岸边，搁有人伫咧边啊伫咧欣赏长影，实在是真危险。因为咱知影讲啊，三刀鱼已经转做 强烈风台，对屏东的邦寮一直到高雄的林园，拢会是沿海地区爱加强戒备，爱设置水位中悬的状况。到今仔日下晡1点为止，屏东县的雨量啊，大多数拢集中伫咧恒春半岛的乡镇，包括西仔乡的丹路、树卡、春日乡，还有牡丹乡，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。其中啊，这西仔乡已经有出现一寡土石流的状况发生，加在居民啊，拢有大部分有 风声铁力，目前无进一步的灾情传出来。也那伫咧北势寮啊，这当地已经开始出现一寡积水淹水的状况，也搁有伫咧这个潮州嘛有出现这电报跳有淡薄起气的情形。即马咧雨暗风雨会愈大，天气观众朋友一定爱特别细致，因为啊，即届呢这雨水量恐惊会达到这地灾性的这个状况出现。啊嘛，天气观众朋友若无代志，就尽量唔好出门，爱注意家己的安全。现主是先。 时间掉头，交登去给主播。